上市透早5點半發布到陸上的風台警報了後，林寶署花蓮分署早起7點，馬上甲萬里溪崩山湖為黃色的警戒扭到紅色的警戒。講即擺水面離這個壩頂剩9公尺，貯水量是超過7成，上緊陰暗可能就會溢流。公路局目前先甲萬里溪橋的一個車道封起來，只要水位過來增加，就會馬上甲橋裝封起來。毛骨悚然呢，聽到這個聲音。早起7點外，鄉鄉聽到警報聲，雖然講是好天，也過萬寧鄉民聽到警報聲，第一時間就想到講，敢是山頂萬里溪崩山湖有狀況啊？如果真的下來的話，那個溪水就在那個橋那邊。萬里溪佇部落的邊，差不多600公尺遠。崩山湖佇山內差不多20公里的所在，唔哪愛風強風甲大雨，更愛颱風上游，這個崩山湖一直咧入水。雖然是沒有下雨，就緩慢的上升當中。好，那但是我們評估說，它如果一天就下了比較大的雨，它可能就會很快的把這個蓄滿，然後就會發生溢流。巡邏車往回萬榮甲鳳林鎮，載着移動式警報器，提早進入重點的風災區域，嘛做撤離的最後的確認。氣象署昨下晡發布海警萬里溪崩山湖到黃色警戒，今日透早發布陸警黃色警戒升級為紅色的警戒，早起8點觀測到水位上懸的所在，離壩頂敢若差9公尺，貯水量已經到370萬噸。紅色警戒範圍包括萬榮鄉、萬榮村、還有鳳林鎮的新營、中橋等等5個里。目前萬里溪堰塞湖的住戶門口都有貼上紅單來示警。不過，若9號撤離的時候人不在家的話，鎮公所也有貼上黃單，提醒他們有收容需求一定要記得聯絡。沒有遇到人員的，我們後續的追蹤，那我們可能還要再實際回去現場，看看有沒有多留在現場。林寶署估計，一旦崩山湖若崩壞，大水上緊45分鐘就會到西寶橋，1點鐘左右就到萬里橋。為了安全起見，萬里橋南邊封路，南北向敢若留一個車道通行，只要溪水若漲懸，就會隨封橋確保安全。